子笑，喜恰为叫无呀叫，三字旁生小官里来人去啊，三字笑为大人我如同恰叫，三字旁大红花轿高米轿，三字笑我把一送过来吊莫不是南沙当着老兄弟，你爱比来一爱开，莫不是他不想亲临四张同呀背，你爱比来一爱开，莫不是他不想莫否自己经受在，两兄啊，你爱比来一爱开，莫不是无人偏莫把晓得，你爱比来一爱开，莫不是南山我小妹中心再到两兄
请听逼嫁。要女儿才见。
女儿就一种弟弟。意料是好，此时弟弟也要依我意见，讲弟弟。弟弟上家有，女儿有事来举牌，小弟两三把沙灯，教育三千四年龄，花雕颠倒家灯，应该要阿姨祝福弟兄弟百年，应得。现在马家来取气，谁能去把三别为？弟弟啥事不答应，要我上家万不能。一把无需一力，可有一件，必须瓦灭彩虹，一灭之法，既为自由，希望马家交发天地，说署长不得有误。最后，请听倒木化蝶。
位听众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南京市越剧团演出的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实况录音，编辑徐家瑞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